事之准则也。故其为用多重周爻，其为言多属人道，以义之为交互如是也。夫一本位者子于书，其文王时未定其例，故断象之子，虽出于古，实即成于文王，而义之名，亦自文王时立也。盖文王以前，虽有卦爻，而不谓书；虽有言辞，而不着篇。故传虽久，而无义之名。此徒子必归公文王也。因文王之治，重为山家，而不为传；广其义，深为世论，而略为文言。盖曰得与古人者也。今讲彖象，兼及文言各传，先民所出，以时后世之子之所使，并为少数先圣以教之为宜耳。彖曰大哉干元于宇，乃明干卦之象，而兼其德也。夫干之为象，居天下之始，为有生之首，其德之大，为天道
乾卦。其象之南极者，则生之于此也。乾以重阳而成六位，阳之极则一变为阴，干之象一变为坤，以其体阳，其用必阴；干体准阳，其用必见于坤。如日之光，必映于月；云之雨，必遮于土。气之自然者也。故干象虽不变，而主天下之变。我感觉点了，这杂货店了。而开天下之化，以其处即位，有其体，欲使彼变化也。夫干之变化，非如他卦也。他卦变化出于乾坤，干之变化摩所出也。摩所出者，言在后天会独尊大，摩所成也。
乾道，乾坤的乾。虽便不失其正，此地教之主旨。而说义之必义也，故性命不得失于中和，而变化不得违于道。干道如此，人道亦如此。人也者，天之心也。人不失中和，则天不变，虽寒暑不害，风雨不灾，日月不比其名，冰旱不伤于物，中庸曰至中和。天地未焉，万物与焉，非夸也，实也。实践之事，本乎人性，诚乎人情，自然而然者也。故因干之变化，而推及人之正性命；因人之正性命，而归于保和泰和。保和泰和即至中和也。夫中天下之本也，不待于人，为和则独众人事。以信者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纯乎无味，而亲则待于正。此中庸以发而终结为和也。发而终结，不失其和，乃复于中。此所谓性命皆正而能保和泰和者也。和而曰泰，以其体天也，故曰保和。言人道中和，以和天道中和。天人同顺乃谓泰和，此正性命之功，而见于保泰和以和干道变化也。天道者，天下所共也，变化而人物随之。人道者，人之行也，其变化各见焉。故正性命，必从自修饰。此所以谓各正性命。言天道变化，而人道成正，两者相应，乃保和泰和。而后立真，立真者，性情也。以性情处变化而不失中和，顺天道而能反求诸己，此干道人爻之首矣。在第三爻之子，干辟之见，以明反复之道，而后得立真之己也。在天之变化，而守中不移，居和不二，必有其道，则反其复明是也。反而能复，它是那个有录影带磁碟的磁带的录影带花美的地方用酒精布啊，天道之间酒精布啊，人事酒精布其能正性命，和而用酒精布，用那个像湿巾那个也含有酒精那个螺丝巾那种来擦那个花美的。故因干之死德，而与其较焉。含有酒精的那个螺丝巾啊，来擦那个旧的磁带、录影带，那花美的地方啊，拆螺丝，然后擦干净以后再装螺丝装复原。还有播放机耶，播放机还在啊，但是要 AV 端的输出。然后安天下，皆在己者也。故自立真实，而干九三爻即以干
叔叔以前的电脑要装截取卡，截取卡呢，不然就要电脑那个荧幕接头，荧幕那个接头接。上合以正性命保太何哉？故人道必有余力。转接器，然后连接那个 AV 端的电脑荧幕，然后连到那个液晶荧幕那一个部分，换成那个连接到 AV 端的那种转接头，然后就可以在电脑上播放录影，荧幕录影。至诚不二，然后内有其道，外见其德，内见性命之正，以达力争；外治治平之功，可能还有截取卡呢。而后人道无尽，天道无尽，此在干卦爻，而以大人君子称也。故彖子于力争之后，既以手出数物，万国咸定之战，及元亨既力争而至也。君之德也，治之胜也。非圣人孰能与于斯？此干言人道必以君胜位相，非徒谓之尊也。时之德也，乃德之至也。道之大也，盖允合天道而能自修，立人道而能顺天，以性情之正，承天德之中，以中和之功，成人物之生者也。干道大生，乾道啊，乾坤的乾。此尧舜之这个是电脑程式会逐字念的，报读程式会逐字念的，破音字就没有办法分辨了。十发大同之意，崇揖让之志，育人以处乱君之事，为革命之举者也。故此术语，始于天，而成于人，本于子修，而至于治平，先于力争，而及于元亨，明于处变，而广于反正。其一为而言精，一生而文婉，非仅是乾卦，而干卦自见。盖所取以为主者，则三四人爻之象耳，以明人道。必本人爻，三则反复，四则乃革。反复力争之道，乃革元亨之德；反复性命之正中和之功，乃革变化之时。其他的它应该是那个不是人字旁的它，你看那个英文的它IT 的，跟 he 啦 she 啦不一样的呢，人跟非人的不一样的它。讲那个事情应该不是人的事，不能用人字旁的它。观乐爻而自之也，故文王者矣，以见其志，守皆之以此，以喜推求之，以探索以教之之耳。宗主父主，天道无常而有常，人事则常而无常。一卦之众三四两爻也，以天地之气，虚空往来，摩所是非善恶，无啊，为人在中，乃受其感得耳。如人事不能顺承，
这个用 Excel 嘛，这个用 Excel 啦，Excel 就可以 A B C D E F G 很多项，对，好像。然后下面就是数字编号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这样啊。一个题目有那么多来源吗？一个是试算表，一个是11月了。文书处理，文书处理。